你以為種植牙係現代科技？其實古代人已經試過種牙。公元前，瑪雅人用玉石、貝殼雕成牙齒嘅形狀，嵌入牙槽骨當假牙。18至19世紀，瓷質假牙、橡膠假牙開始出現，直到1952年，瑞典一位牙醫布倫馬克教授發現兔仔嘅腿骨可以同鈦金屬黐實，從此種植牙有咗靈魂。1965年，全球第一位種牙嘅無牙大叔哥斯塔拉森，佢棚種植牙用咗42年，直到過身嗰日都仲係完好無缺。點解？因為鈦同骨頭會生埋一齊。專業啲講，呢個叫骨結合。3000年嚟，人類試勻晒所有材質嘅假牙、貝殼、象牙、木頭、動物牙齒、死人牙、陶瓷、橡膠，直到呢粒銀色嘅小螺絲釘出現，終結咗呢場亂局。假牙由巫術儀式發展到納米科技，材料由貝殼、象牙、木頭嘗試到陶瓷、鈦合金嘅科學現代。人類修復缺牙嘅執念，橫跨咗3000年文明史，只係為咗話你知，每一隻牙都值得認真對待。所以而家種牙其實已經好成熟，但問題唔係技術，而係你適唔適合種。如果你唔肯定，可以問我幫你分析下。